在面容上，甄嬛与过世的纯元皇后如出一辙，这使得太后对甄嬛心生不悦。太后特意指出甄字与皇帝的名讳相冲，以此暗示对甄嬛的不满。然而，皇帝对甄嬛的才情和美貌着了迷，无视了太后的反对和众人的非议，坚持将她纳入了后宫。太后对此忧心忡忡。江南有二乔，河北甄宓俏，甄氏出美人，甄宓就是汉末的3大美人之一。皇后得知此事后，前来向皇帝表示祝贺。她面带微笑，却未言尽心底之事。皇帝封甄嬛为馆常在，并赐予她独特的封号，可见他对甄嬛的器重。皇后对此只是默默观察，并未发表意见。朕觉得甄氏莞尔一笑的样子甚美。甄嬛回到家中，将这个喜讯传达给了甄府的每一个人。甄远道高兴地率领全家跪拜迎接新封的馆常在。这一消息为甄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愉和荣耀。然而甄嬛还是跪下跟父母说，虽然女儿已经是皇家人，但是孝礼还是不忘记，希望在她入宫前任以礼侍奉父母。好，果然没有白养这个女儿啊，钱不钱。在昨夜，皇帝选择在产后休养的新长在宫中度过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华妃内心十分不满，愤怒之下，她竟然狠心责骂皇后派来服侍她的宫女福子，导致福子被残忍的太监拉出去杀害了。我看你是最陷害娘娘的啊！一大早便在这儿闹得鸡犬不宁的，还不快打发了他！走，娘娘饶命，饶他奴才吧！甄嬛得知了玲珑的困境，知道她暂时是住在客栈那里。甄嬛为了更好地照顾玲珑的生活，于是将她接到自己的家中。在甄府里面，玲珑受到了甄嬛一家人的热情款待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关爱。冒昧问姐姐一句，姐姐是几月里生的？我今年17，4月17的生日。我今年16，2月初9生的。你还比我小呢，我得叫你妹妹。晚上，甄父过来看望甄嬛，交代在以后她在皇宫要注意的事项。知道甄嬛的贴身侍女刘珠和浣碧也会一同跟随她入宫。然而甄父犹豫了很久，才告诉甄嬛一个隐藏在她心里的秘密：浣碧其实是她同父异母的亲妹妹。这让甄嬛感到非常惊讶。这些年，我与浣碧也是情同姐妹，必不会亏待了她。次日，宫中太监来到甄府传达皇帝的旨意，确定了入宫的日期。此外，皇帝还特意指派了御前的方若姑姑来指导礼仪。虽然一切都已定下，但对于这个新的起点，甄嬛心中充满了未知和不安。在宫中，华妃获悉了选秀的情况，她敏锐地察觉到夏冬春与皇后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，于是决定铲除这个潜在的威胁。由于嫉妒甄嬛尚未入宫便已博得皇上的欢心，华妃故意安排她住在偏远的碎玉轩，以此来打压她的气势。虽然皇后有意帮助甄嬛，但她顾忌华妃的权势，始终保持谨慎态度。那地方可偏僻呢，简陋得很，原只是个听戏的地方。在甄嬛入宫的前夜，她与亲人们泪眼告别，踏上了未知的命运之路。皇儿要走了，父亲母亲要多保重。